運輸及物流局今日公布，粵車南下將率先開放廣東省4個城市申請，包括廣州、珠海、中山及江門。其中位於機場的轉機停車場將於11月1日上午9時起接受申請，會喺11月15日凌晨0時起啟用。停車場將會24小時運作，提供1800個泊位。預約成功的粵車將獲豁免牌證及驗車要求。至於入境市區的粵車會由12月9日上午9時起接受申請，12月23日凌晨0時起獲批准的粵車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。申請人需符合政府申請手續的相關要求，申請成功後南下牌證最長有效期1年。要注意，粵港政府會為每日入境香港的車輛數目設置上限，由每日100個名額開始，每輛粵車最多留港3日。申請人需透過廣東的粵車南下信息管理服務平台報名參加電腦抽籤，12月9日起可正式遞交申請。